来郭文摕甲赖清德今仔日拢推出着长照的政见。郭文摕是主张要推出着长照保险，而且扩大财源，甲长照的支出来提悬，同时来成立着长照保险局，专门来负责。另外，针对着进口两个争议，郭文摕伫社群网站列出10个也未财富自由的镜头。郭文摕讲，老百姓努力欠钱来纳税，政府煞开大条钱消费者的进口粮。郭文摕用安尼来做对比，批评民进党政府甲百姓的纳税钱败了了。长照这是一个在未来几年要很严肃去面对的问题。过一摆了长照政策，民众党主席郭文摕主张财源爱更较多。我相对于健保现在雇主要出60%的，所以这个已经压低雇主的负担。那政府还是要负担40%的，所以除了那些烟监医政税，恐怕再找一些其他财源。主张推出长照保险，嘛将长照支出增加到2300亿，同时成立中央长照保险局，专门负责针对大机构补助，嘛提悬到3倍，含大清调长照政策是变关系。不过另外一边说牵涉着争气，这颗蛋一定要吃掉，不要浪费。长大后，政府销毁了5402万颗蛋。对鸡卵的争议继续提，郭文摕 IG 放影片点名进口鸡卵开2药消掉的用的，几若要买5402万粒鸡卵，文字阁列出10纸，讲你也无讲介好嘢时，包括食冰机前挂在整的，多利多汁食完唔通洗手，早顿店菜头粿唔敢加卵，这文字有人称赞，有人说讲这根本就是甲人看无目的。网友意见大不同，要伫政策发表现场问郭文摕要安怎看网友的反应。说个干那无什么面对。我们看了整个的评论，大多数都是采取正面的评价。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文案，进一步的引发大家讨论对于政府目前的财政纪律的反思。郭文摕拼2004最近为旧厝违建到高峰安的事情，即马含 IG po文章，毛大家讨论甲嚟噗噗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